點解會有4卷福音書？簡論 J. Vernon McGee 博士着經由認識聖經廣播電台網絡 Through the Bible Radio Network 發行及出版。書中所引用嘅聖經經文全部出自新斯科菲爾德參考聖經，呢本著作喺1988年首次發行，並有英文精裝版，版權屬認識聖經廣播電台網絡2006年所有。你有冇試過覺得好奇怪，點解聖經入面會有4卷福音書呢？點解好似同一件事要重複寫咁多次？又點解係4卷，而唔係更多呢？多年嚟，有唔少聖經學者都試過將呢4卷福音書拼埋一齊，當成一個完整嘅記載。佢哋好努力咁去協調各卷書入面唔一致嘅地方，呢樣嘢諗落其實幾不可思議。試圖去讀佢哋整合出嚟嘅福音書，就好似夾硬將對4號嘅女裝鞋套落對7號腳度咁，簡直係難過登天。你應該都聽過有個女人買鞋嘅故事，當店員問佢着幾多號鞋，佢就答：呢個嘛，4號我都賽得入嘅，但我平時係着5號，不過6號好似舒服啲，所以我通常都係買7號。話你知啦，呢種感覺就同睇嗰啲修飾過嘅福音書一樣。我哋今日根本唔需要啲福音書經文全部一致，我哋需要嘅係嗰啲唔一致嘅福音記載。聖經入面嗰4卷福音書有分歧，亦有明顯嘅差異，其實係有好好嘅理由。每一卷書都有佢特定嘅目的，係為咗世界上唔同類型嘅人而寫嘅。我哋必須認清呢一點，先可以令呢4卷福音書符合返呢個自然嘅格式。如果聖靈只係想俾我哋一份福音記載，佢大可以淨係俾1卷書我哋，但佢偏偏為咗世上唔同類型嘅人，俾咗4卷福音書我哋。當初基督降臨世上嘅時候，世上嘅人已經可以分為4大類，而呢幾種分類並唔係好似我哋今日咁，淨係習慣用種族或者國家嚟區分，雖然話分法大致上都係咁樣。其實世界人口嘅分類係可以因為思想模式而形成文化上嘅區分。世人對人生嘅睇法大致可以分為4大類，正正因為咁，人類文明亦都因此分為4種。我相信直到今日，我哋仍然可以將世上嘅人分為呢4大類。每一類人都代表住某種人類嘅需要，亦都有佢哋嘅期望，而針對每一類人嘅需要，神都分別賜下1卷福音書俾佢哋。我哋之後會見到，每一卷福音書都展示出一項重大嘅使命，而神正正就係透過呢4卷唔同嘅福音書，向唔同類型嘅人傳達他嘅信息，即係向全人類發出嘅信息。有宗教信仰嘅人，第一個分類係以色列國，佢哋代表咗嗰類普遍有宗教信仰嘅人。神當年為咗進行佢對以色列國嘅工作，就將以色列民由世界上其他人之中分別同隔離出嚟，之後再將佢哋分散到全世界。各位朋友，神咁樣做係有明確目的嘅。以色列人代表咗神賜俾人嘅宗教，除咗呢個宗教，即係猶太教，亦即係摩西嗰套教系之外，神就冇再俾過其他宗教人類啦。可能有人會問，基督教唔係都係一個大宗教咩？關於基督教，作為一個信徒，我嘅見證係，基督教並唔係一個宗教，而係一位神嘅人物。不過神喺基督降臨之前，的確曾經賜俾人類一個宗教，就係摩西體系嘅猶太教，而且佢係將成套宗教賜俾以色列國。當後來基督降世嘅時候，猶太教已經淪落到淨係得返禮儀同律法嘅外殼，變咗做一個規條主義嘅系統，根本就係得返呢啲。嗰陣時嘅猶太教已經變得死氣沉沉，就連耶穌啱啱出嚟傳道嗰陣，佢都喺聖殿入面大叫，攞走呢啲嘢，唔好將我父嘅殿當做買賣嘅地方。約翰福音2章16節。3年後，當佢喺同一個地方總結佢喺地上嘅事工時，佢最後講咗句：睇下，你哋嘅屋宇將會成為荒場，留返俾你哋。馬太福音23章38節之後就離開咗嗰度，佢係將呢種宗教徹底捨棄。
我好擔心喺今日，依然有唔少人喺基督教原本嘅基礎上面，將信耶穌演變成只係遵守一堆規矩、條文同口號，仲以為咁樣就叫信徒。容許我再講多次，所謂基督教只係關乎一個人。嗰晚嗰個人尼哥底母竟然唔係呢個問題嘅答案。基督教嘅真義已經老咗，根本就點樣可以重新對宗教嘅定義？約翰福音3章4節，滿足唔到人內心嘅。然而有一次深夜，尼哥底母所代表嘅一個法利賽人叫尼哥底母，正正係宗教最頂尖嘅境界，半信半疑咁去見耶穌。又有一次，有一位有宗教信仰嘅人，聖經入面未受挑戰之前，總係以為自己答案十足。文士係呢個人舊約聖經嘅人嗰陣就係咁樣。佢哋喺聖殿嗰陣，一有空檔就會玩個遊戲，用荊棘由出面刺入聖經皮卷，然後鬥估刺中嘅係邊一個字母。呢種準確度，比起只係估中邊一章、邊一節或者邊一個字更加高。所以嚟見耶穌嗰位文士，對舊約聖經梗係無所不知。如果唔係，佢就唔會被稱為文士啦。但估唔到佢竟然問耶穌呢個問題：夫子，我應該做啲咩先可以承受永生？路加福音10章25節，佢知道自己未得到呢樣嘢。啱啱提到嗰位尼哥底母，一樣知道自己未重生。仲有位叫撒該嘅稅吏，佢係嗰種極之俾以色列人厭惡、幫羅馬人做嘢嘅走狗。佢為咗想見耶穌，專登爬咗上棵桑樹度。俾宗教界排斥嘅撒該，好想知耶穌可唔可以俾到佢一直得唔到嘅嘢。但係當耶穌主動去撒該屋企作客之後，耶穌就對住眾人話：今日救恩到咗呢一家。路加福音19章9節。宗教成日都同耶穌基督作對。今日喺美國，最敵對耶穌基督本身嘅就係自由主義。當主耶穌俾宗教派別拒絕之後，佢就將焦點由有宗教背景嘅人轉向一般嘅平民百姓。佢係咁樣對佢哋講，亦都係咁樣對今日嘅你同我講。凡勞苦擔重擔嘅人，可以嚟我呢度，我就會俾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應該負我嘅，學我嘅樣式，咁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馬太福音11章28、29節。耶穌基督佢譴責宗教。我哋成日聽到嘅係溫柔嘅耶穌，呢位幾咁和藹慈祥嘅佢。冇錯，佢確實係溫柔嘅，直到今日依然係咁。當一個罪人俯伏來到佢面前，佢都係咁和藹可親。但係我嘅朋友們，佢極之痛恨嗰啲充滿假冒偽善嘅宗教。聖經中最嚴厲嘅責備，正正係出自耶穌嘅口。佢將呢啲苛刻嘅怒罵吐出嚟，唔係為咗斥責羅馬人，亦唔係責備娼妓，更唔係鬧嗰啲沉迷酒色嘅人，而係喺度痛斥可惡嘅宗教。容許我舉其中一節經文做例子：你哋呢班假冒為善嘅文士同法利賽人有禍啦！因為你哋喺人面前閂埋天國道門，自己唔入去，想入去嘅人，你哋都唔俾佢哋入。馬太福音23章13節。世上嘅宗教其實係將有宗教信仰嘅人拒諸神嘅門外，所以馬太福音係為咗呢樣嘢，寫俾嗰班有宗教信仰嘅人，話俾佢哋知主耶穌基督帶俾佢哋嘅一切必須。有權能嘅人。第二類係羅馬帝國嗰種，代表嗰類喺世上強而有力，能夠成事嘅人。1000多年嚟，羅馬人一直以嚴刑峻法去管治佢哋勢力範圍內嘅世界。歐美嘅法律大致上都係源自羅馬人留低嘅傳統。D.S. 格雷戈里博士喺著作入面提到羅馬文明。相反，羅馬文明帶俾呢個世界嘅法律制度，本身就具備推動力、統管能力同約束力。對羅馬人嚟講，法律唔單止係人民應該遵守嘅準則，更加係用嚟展示帝國權力嘅工具，係羅馬政治架構同軍事優勢嘅體現。佢哋將法律變成一種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嘅鐵蹄，施加喺被征服嘅國家身上。羅馬法律話俾世人聽，羅馬唔單止係無與倫比，更加唔會甘心屈居人下，所以閣下要麼就順從我，要麼就死路一條。出自《福音的鑰匙》一書。馬可福音係一本講行動嘅福音書，入面用得最多，比起其他福音書更頻繁出現嘅連接詞係而後，
指英皇欽定本用嘅 N 同希臘原文嘅，不過喺中文和合本就唔係咁明顯。如果我寫文嗰陣，好似馬可喺馬可福音咁樣狂用而後呢個連接詞，教我語文修辭嗰位老師絕對會俾我肥佬。但係馬可又唔見得會唔合格。佢寫嘅嘢，羅馬人係聽得明嘅。耶穌治好，而後耶穌去，而後耶穌來到。羅馬人想知道呢個人做過啲咩？羅馬人深信佢哋帶嚟嘅法律同法制係行得通嘅，而且佢哋執行起嚟亦真係好嚴厲。喺羅馬人統治之下，任何反抗都係死路一條。邊個想逃避佢哋都唔會得逞，因為羅馬人早已經喺歐亞非大陸，甚至係佢哋勢力所及嘅島嶼上面布下咗天羅地網。馬可福音就係為呢類好似羅馬人咁強勢、有權力嘅人而寫嘅。馬可福音係一卷記載咗各式各樣神蹟嘅福音。主耶穌話：正如人子嚟，唔係要受人服侍，係要服侍人，即係話我係嚟做嘢嘅，並且要捨命做多個人嘅贖價。有日，一個身體孱弱嘅猶太人，又殘障又有病痛，沿住亞皮安大道，步履蹣跚咁行入羅馬大城。呢個人曾經寫低：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唔係被賦予嘅能力，而係本身爆發性嘅力量，要救一切相信嘅。你想唔想知道呢個福音係點樣嘅爆發性力量？請你去睇下歷史學家吉本嘅著作《羅馬帝國衰亡史》。佢喺書入面提到，保羅所帶嚟嘅福音係震撼羅馬帝國根基嘅其中一大因素，甚至令到再強大嘅帝國都抵擋唔住。我嘅朋友啊，馬可福音係為咗所有重視行動嘅人簡而有力咁寫成嘅。重視思想嘅人，跟住落嚟係第三卷福音書，即係路加福音。呢卷福音係專門為嗰啲有希臘文化背景嘅人而寫嘅。差唔多有一個世紀咁耐，被稱為希臘伯里克利嘅黃金時代，大概喺公元前4世紀，希臘文化曾經喺世界歷史舞台上崛起。佢嗰種璀璨奪目，由嗰陣時一直到今日都係咁。希臘文化好崇尚嘅一個信念，就係追求完美嘅人。睇下佢哋嘅藝術，睇下佢哋嘅雕像，佢哋一直喺度尋找形體上最完美嘅人。當你留意佢哋嗰堆神像、偶像嗰陣，就會發現原來只不過係人性本身嘅投射。佢哋始終揾唔到自己想揾嘅嘢，亦都從來未揾到嗰位完美嘅人。信徒路加，一位醫學博士，亦係一位希臘人，係聖經眾多作者入面唯一嘅外邦人，同時亦係一位出色嘅學者。佢為咗嗰班有希臘文化背景嘅人寫咗呢卷福音書。佢以思想家嘅心態去寫，向佢哋介紹一位完美嘅人。希臘哲學家一直都研究唔出嘅嘢，路加醫生就喺福音書入面咁樣話佢哋知：我將耶穌放咗入我科學實驗室嘅測試儀器入面，再用希臘哲學嘅鹽酸去試驗佢。我攞個聽診器放喺佢心口度聽，發現佢真係完美無瑕。耶穌嚟到呢個世上，係要拯救呢類中意思考鑽研嘅人。當佢死而復活之後，遇返班門徒。路加福音係咁記載嘅。於是耶穌開佢哋嘅心竅，令佢哋可以明白聖經。路加福音24章45節。亞里士多德以前係一位好出色嘅老師，蘇格拉底以前係一位好出色嘅老師，柏拉圖以前都係一位好出色嘅老師，但係佢哋全部都比唔上耶穌。我哋嘅主耶穌能夠開啟人心，令人領悟屬靈嘅真理，直到今日仍然係咁。你同我都只不過係傳播緊神嘅話語，但係對聖經真理嘅領會，只可以由佢嗰度得到。耶穌先係世上最偉大嘅老師。可悲淪落嘅人，人類大家庭最後一個主要類別，就係嗰班數以萬計居住喺擠擁有光怪陸離嘅東方社會嘅人。曾經有個喺東方世界住過好耐嘅英國詩人講過，東方係東方，西方係西方，兩者根本就係兩回事。雖然喺西方人眼中，東方世界充滿住一種撲朔迷離嘅神秘感，但有一樣嘢係好明顯嘅，嗰度到處都係污糟邋遢、貧窮悲慘、窮困潦倒。
當有幾千萬人喺饑荒入面餓死嗰陣，喺同一個地方，竟然有人富貴到你諗都諗唔到。正如俗語話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呢種極度奢華同赤貧如洗並存嘅現象，正正就係呢班人可悲嘅沉淪。喺嗰個神秘嘅東方，因為一啲難以理解嘅原因，有博學嘅哲士嚟問：嗰位生出嚟做猶太人王嘅喺邊度呢？我哋喺東方見到佢嘅星，特登嚟拜佢。佢哋有一個需要，而且佢哋正喺度揾緊嗰位能夠滿足佢哋呢方面需求嘅人。使徒約翰寫呢卷福音書，就係為咗呢種念頭。耶穌喺門徒面前另外行咗好多神蹟，係冇記喺呢卷書上面嘅。但係記低呢啲事，係要叫你哋信耶穌係基督，係神嘅仔，並且叫你哋信咗佢，就可以因佢嘅名得生命。約翰福音20章30至31節，佢哋唔係需要清心寡欲，亦都唔係需要大富大貴，呢兩樣嘢根本解決唔到任何問題。佢哋需要嘅係生命。耶穌話：我嚟咗，係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更豐盛。約翰福音10章10節，呢四大組別分別以希伯來人、羅馬人、希臘人同埋居住喺東方社會嘅人做代表。喺福音啱啱出現嘅嗰個年代，係好明顯嘅區分。不過，現代世界已經逐漸變成一個文化熔爐，科技發達，令到當有人第一次登陸月球嗰陣，全世界人可以同時睇到。今日唔同種族喺千千萬萬個場合入面混雜交流。而家你只需要喺你住嗰條街行一轉，隨時都會遇到呢四類人。喺街上面，你會見到有人有宗教信仰。如果你有信仰，但唔係信耶穌基督，你依然係一個迷失嘅人。你知道你內心嗰套宗教根本滿足唔到你。喺街上面，亦有人崇尚權力同能力。有次我喺出面食晏，無意中聽到隔離台坐滿晒做工商財經或者高科技嘅主管同專業人士。你聽落去會以為係聯邦儲備局主席同紐約證券交易所行長喺度傾偈咁。佢哋嗰種語氣聽落好似好巴閉，一副一定上位嘅架勢。佢哋聽落完全冇諗過需要一位拯救者。你可能好似佢哋咁，覺得自己好有能力，好有本事，心諗你呢個講道嘅唔好同我囉嗦。我想要乜都會得到。我有本錢又有底子。我根本唔需要咩耶穌基督，唔係㗎，你係需要耶穌嘅。你仲未好似羅馬人咁曾經叱咤風雲。羅馬的確曾經統治過天下，但佢哋最終都係需要耶穌基督。跟住你喺街度，亦都會見到有人充滿思想學問。你自以為有過人嘅智商，又深刻咁覺得自己可以睇透人生。唔係㗎，你根本睇唔透人生。希臘人花咗超過一個世紀去建立一個講求理性嘅文明，結果最後都係沒落，反而福音就係靠希臘語文傳播開去。再講，你喺市街度唔係都有好多可悲沉淪嘅人咩？呢啲人或者有幾個臭錢，但歸根究底都係好可憐。喺世上各行各業，有好多好多呢類痛苦又絕望嘅人。基督話：人子嚟到，唔係要人服侍佢，而係要服侍人，仲要捨命做多個人嘅贖價。馬太福音20章28節。我希望你睇得出，你係需要佢嘅。如果你真係咁諗，我喺度向你見證，佢絕對滿足到你真正嘅需要，無論係咩都好。仲有樣嘢更重要，就係耶穌可以拯救你。當日神將福音寫低俾世人嗰陣，佢嘅心意入面一早就有你。佢喺4卷福音書入面，係專登為你預備咗其中一卷。多謝大家參與，歡迎你哋。如果主願意，將來我哋再一齊研讀神嘅話語。研讀整卷聖經，係為咗受教成為神嘅工人，合乎主用。